继续来关心疫情，新冠疫情继续在加悬。伫顶礼拜新增加64个死亡的案例，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北部一个10外岁的青少年。疾管署是预估讲，伫7月中就会到 COVID-19 疫情的高峰期，一礼拜的确诊人数有可能会达到12万人次。另外，即马流感正罕见嘛，伫热天在流行嘛出现高峰期。顶礼拜有16个人死亡，上细汉的敢若3岁尔。让今年流感出现罕见的夏季流感高峰，疾管署公布顶礼拜一份新增加68例流感并发重症，16例死亡病例，其中上少岁死亡个案是南部3岁查某囡仔，伊无潜在疾病，去年做过流感疫苗，破灭了后，要收治加护病房，到尾也是因为流感并发脑炎、心肌炎不幸过身。他在住院之后，这个病况变化得很快哈。除了这个血压不稳定之外呢，另外他的心脏收缩的功能也有明显的下降。那在这个住院的隔日就不幸的过世。另外，新冠疫情也持续升温，顶礼拜新增加932例并发症，60例死亡，死亡人数比前一礼拜升6成，也创下5月以来单一礼拜新高。其中上少年死亡个案是北部10外岁的青少年，本身有阳性病史，就医的时阵2摆心跳停止，因为病况持续恶化，住院隔天急救无效死亡。疾管署预测，这届疫情会在7月中达到高峰，但一礼拜就医恐惊会有12万人。我们预估大概7月中大概会有12万左右的就诊人次，也就是大概是6万左右的一个感染人数。另外，新冠变异株 LB.1 最近快速增加，本土验出来占1成4，免疫脱逃甲传播力更较强，不过疾病严重程度无明显增加。为了因应流感疫情升温，疾管署原来宣布公费流感抗病毒药物扩大使用条件，只要有类流感的症头，而且厝的人同事、同班同学有类流感破病的人，拢适用到7月31日为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